上下一心，服務社會，宣揚關愛共融嘅精神，係企業嘅典範。我喺度咧係表示衷心嘅謝意。仲有我哋社會各界一齊咧，同我哋一齊攜手合作，凝聚政商民嘅力量，我哋做到家和萬事興。今日局長講咗一句説話，幾有意思嘅，家和萬事興。咁個興字呢，我想再講呢，煤氣公司我哋有氫能嘅，所以家和萬事興啊幾好。